各位乡亲，非常感谢大家在安环的中间来共同研究客家白话文哈。大家都会知道到，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以及行业啊，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史、文艺，同时歌曲是方面的用法也有所不同安尼哈。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啊，要有法度、程度、正确度等三度加八项以类啊，才有法度来研究好些客家语言嘅尤其客家语言组合教学嘅欣赏，大家而嚟注重一點安尼哈。同時，經常中鄉親大家。聽一個錄音，多聽一個錄音，同時看注解，多看本文多讀啊，客家語、客家文自然就會通順而順利，同時承接客家優美嘅語言，希望大家共同來研究客家白話文安尼哈，一個我哋提示。我哋除咗研究客家語文呢，可以講到有50年嘅時間啦。在中間研究到連音詩啊，非常嘅重要。希望大家能夠了解一個連音詩以後呢，講出來話語自然係流利好聽，同時一個記得講啊，我哋客家嘅優美嘅素材係在呢隻嘅。一個客家一個連音詩啊，同一個英文嘅一個連接詩啊，冇相同哦。我哋嘅客家嘅連音詩就是 union 啊，那個外國語言呢是 connect 也冇相同。尤其我上次講啊，連音詩嘅第三、第三，今日我哋同大家先講一下。一個連音詩嘅第33啊，第33嘅韻母嘅語音呢，各有8音嚇。而今日同大家講到嘅樂，一個看樂嘅樂，也有頓號同句號嘅時間呢，就頭前要接乜嘅喏，形容詞同動詞，甚至講啊，彈嘅、鹹嘅嚇，所以我用語音。不可以用一個本音，本音是只有聲母嘅，語音呢係有聲母加上韻母一起一個聲調。客家四音第33嘅同海陸嘅一個聲調啊，一個第3相同，所以大家希望能夠來看大家所講嘅安尼個。所畫嘅圖表啊，幫大家來做一個了解安尼吼。一個連音詩，A 音1聲到4聲，要用實體詩吼，就是也就會關於講啊是呢，萬文順意，同時要有連音。但是現在教育部以及學委會啊，都係採用本音喎，本音就是只有韻母音，所以。只用 A 啊 A 嘅安尼吼 ，A 音假設冇用語音嘛，容易產生到一個講話嘅人嘅結舌音啊。同時一個連音詩嘅語音係有聲母、韻母不符合於一個語文嘅用法，也就係講啊，文史方面呢，我用音譯型。語言方面呢，係注重那個聲韻調，所以希望一個客家語音組合嘅教學方面嘅欣賞啊，我哋注意一點安尼吼，嚟同大家嚟讀本文客家商業用語繪畫，一個在民國2005年5月所出版嘅吼，一個第二課，這個修理機車。奧多拜修理機車奧多拜，本文原文呢有阿虎嘅
法律加油员以及一个修理嘅师傅安尼，阿父会讲哦，俺嘅机车就奥多拜，奥多拜呀，伊讲啊，俺嘅奥多拜也好，初本日一个在半路上大发天，用钱迄个过来唔掂嘛，唔掂嘛，安尼话，阿爸就讲啊，一个爱看拍戏无油嘅干嘛，爱看拍戏无油嘅干嘛，阿父就讲，嘿哟，唔看，油上嘅都嚟走走，无办的油，怪唔得，大唔发天，阿爸咧，同爱穷下来去加油好嘛？阿爸咧就讲好啊，多加油站，穷呢，检查喂，爱同天数送人嘅茶喂，阿父就讲好，送啊，大汉细汉，都会呢，快死哟！好得我唔同係天數，加油人就講啊，先生，唔愛加乜嘅油啊，唔愛加乜嘅油啊，阿父就講，我愛加汽油，請加88元，超好嘅，一個超呢要土好嘅，路好嘅，安尼話，加油人個好啦，好嘅。加好嘅，一個發票搭贈送品，本15,000減槍，啊！我講哎，要到咁慢呢？要到咁慢呢？讓係偉大唔發咯，要到咁慢呢？讓係偉大唔發咯。阿爸就講：來，我愛打看那事，看那事誒，奇怪，大衛按照都打唔發，阿父講話冇安太順意啦。對面有一間檢查店，牽落去本地看高天窗，修理師傅就講啊，兩啥讓安昂，油茶唔曉得去，用錢迄個來呢，快迄個係嘛，阿父講，愛是講，愛嘢奧多拜。大拍來，大唔發天，冇辦法去呀，唔免愛，唔去奧多拜。修理師傅講，安尼咩？變好啦，愛來看那事。佛祖嘅快迄個，愛同揾過一粒，是呢？唔看，簡單一年就發天呢，阿父講啊，嘿喲，有樣，感情哦，唔過我嘅茶樹嘅油呢，係唔係同我所過很一些啦，馬都呢要搭落。馬頓呢做電子馬頓呢，修理師傅講好，唔看，螺絲鬆懈的，兩下數班就本愛所好些嘢，安尼一下都好愛有限，愛同再檢查，當皮嘅，乾風搭。
你无有啊，父母讲啊，感谢我，安尼一穷一多钱呐，一穷一多钱呐。修理师傅过出讲，其他一切神服务，青山一粒佛珠位，同一竿无有，总共200个人，200个人。啊，父母讲，安好我，感谢爱无限，爱无限呢。我爱几夜哟，我爱几夜哟，爱无限呢，我爱几夜哟，有限长来了。修理师傅也得后生诶，毛头神，你看人家喂搭皮包喂，跳蛙吹夜里呀，过的呢？一天会多赚来钱。啊，父母讲，师傅，你有看到俺爷皮包位同人家位冇？修理师傅就讲啊，假咩？假係五個咩？假係五個咩？啊，父母講，係啦。好彩也看店的頭家，按老實，咁我本人落車嘅，落車個，落車嘅，阿爸嚟講啊，好誒，那位愛同人感謝，阿父會講，師傅感謝，有限上來了。以上是本文的讀法，慢慢的讀下。再看本文學語實驗嘅主角，好多擺就記查，也是外來語日本話。愛是我，有兩言，一個啊，就是你，記就是他。第三也好，就是學語嘅語味確定嘅語言也好，安尼講也好。是初半夜就傳播，昨天晚上前黑咧，就是用簽的。第六怕黑就恐怕是怕黑哦，幹嘛可能是幹嘛黑暗的幹嘛可能是肚裡就是指裡面一個糟就完全沒有，糟不是關於講乾啊，乾同糟意思冇相同。學語糟同乾啊，個乾是含有18個水分啊，糟是完全冇水分。第10窮下就是一桶。第11天數送，一個送呢加上挑數片就送安啦哈。天數第8個天使啊，個金數金那個金啊，幫忙的意思。天數送就是幫忙推，麥嘅是什麼？麥嘅我是講什麼？83年，這個歌呢是連音字啊，80有 P 個音，88年啊，80塊錢，答就是而且的意思，答不用呢啊，14用很會淡法，用呢也就是個東西用形容的用，怎麼樣的樣啊，有兩種寫法。怎麼還答不發？第15來，三德來表示佢實意很明的，來就看的意思哦。來，就佢實意有兩個呢，就馬虎的意思啊。來，
有3则诗来，用3个字连续嘅来啊，表示诚意，诚心诚意。第16，大看那诗，大看那诗啊，大看看，大看那诗是大看那心啊，嘅故事那个3那方面呢，大看那心啊。第17，坏黑的就坏掉了啊，这个了呢是连音字，连音字前面有的，还会拿来了啊，坏黑的。但是农夫的方面嘅详情呢，用坏黑的，用的啊，坏掉了。18，爱是讲，爱是讲，就那还用得着讲啊？不用讲啊，爱是讲，大拍来就是无理取闹，无理取闹的大拍来。20，安能美，安能美是这样子吗？啊，这样子吗？安能美啊？21，一年，一年被复形成一个一年，一年就是一按下去啊。第22，唔过就是不过啊。茶树嘅手把，同也係現代流行嘅茶樹欺詐集團冇相同啊。茶樹嘅關於這個手把。第23，黑唔咩啊？黑一個字呢，肯定是用黑，否定句嘅時間用咩？黑唔咩啊？是不是啊？轉走用句，安能咩啊？安能咩？一個關係的是這個一個用法啊，有文法表哈。第24，勾痕比較緊密一點。麻盾呢，就是做店基礎腳踏車嘅坐嘅啊，就是麻盾呢。26，檔啊，就是就剎車的皮檔啊。30，一多錢有多少錢？被複形成什麼？幾多錢啊？幾多錢被複形成所講嘅。31，有很長的聊，一個聊呢，就是聊天的聊啊。有空才來玩。32，也得後生嘅，就是這些年輕人。33，按摩頭神，這麼不小心摸頭神啊。第34，年假位，這個仔字是連音字，前面有讀到烏啊哦嘅時間呢，而用位啊。年假。35，跳蛙在夜裏，跳蛙在夜裏啊，掉在這裡。漢語講掉同跳是不一樣啊，跳是正面的，丟呢是斜那個恰恰嘅四十五度，倒轉了就回來。37，給咩是哪個？就是給咩什麼東西啊？給咩嘿，給咩唔給咩，給嘿唔給咩啊？那個是嘿有同咩同一個意思，給嘿唔給咩啊？那是你的嗎？啊，加麼就是若沒有啊，假如沒有啊。39，落隻就落腿吃掉。以上本問題都理解了啊，也第個介紹到這我得的了，得到的宰字哦，也都全部同啊都係轉音字，一個聲母完全是相同啊。一個就係啊有巴拉呀巴拉加巴嘅嘢，一個嘢呢也相同啊。一個啲一個天意上嘅啊，為了嘢咩呢嘅白嘅天氣上啊，一個
介绍的介是前面是名词，某多动动词，那个代名词。了呢有叹号同无叹号嘅冇相同哈。有叹號嘅表示用天以上，頓號同句號嘅呢提上上，在字呢就頭前一隻名詞或者動詞O 呢相同有為了要麼能個波個音，像它嘅詳細看專業式用法也目前來講大部分嘅鄉親就關於講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為然，也就會講啲按嚟講，但是用起來都係唔對。以上呢解釋講到嘅這個看圖，嘅有相嘅對你找找有相嘅對你就係加無有，外加叫稀有一個參加88年呢有土好嘅如好嘅那個人佛祖嘅。佛心賽，修理師檢查佛祖嘅肺血咧，嘆號嘅時嘅，落嘅就是用天以上肺血咧，係冇嘆號嘅頓號同句號就肺血咧，茶樹嘅就是手把，再看個加乾風同加無有，一點呢就是講一個做奧多拜店嘅調解員一團人檢查下，增加你嘅生理嘅來源所以我哋讀客家商業一個非法用語嘅用處就是提升、提高、增加他家嘅生理嘅來源好，再看大下題嘅一個連音詩一個有韻母有 R、A、O 但是古書呢以 A 音以用 I 嘅音，太魯觀呢是用一到帶，它冇聲母冇聲母就 A 嚟講叫做巴拉亞瑪那亞加巴同單音詩A 呢為了也沒能嘅貝古書方面呢就變成了為了以米能嘅貝，這次同各位鄉親講，個南部西安有米農腔、古書腔、太魯觀腔，有3腔，大部分只有在一個連音詩方面冇相同嘅所以 A 音呢就是如一個那個實體字。用眼主看呢，望文生義。同 O 呢，用耳共堂呢，就係虛字語音意思。有人講沒有意義，冇意義，乜個意思呢？就是堂堂冇，看冇，就是沒有意義後來也帶下個呢，像大家詳細嚟看一下，連音不提倡傳統嘅語音一個語音就講隨音調，文詩呢就講音譯性，假設係冇按呢研究一個我哋嘅客家話最難得在傳承下去我再講客家語音結構同讀法請大家看一個網址17分18秒嘅地方講個清楚再看到一個圖表示，一個主要是希望教育普同學會會連音詩用可能冇聽以上，又用在字呢一個原因，都係去傳呢這個一個在字是頭前一隻名詞，冇出那個動詞在字不頭前不得加。一個形容詞同動詞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下來研究一個連音詩是客家語言的對你講話最重要嘅素材一個大家有啲得咯，河洛話也有連音詩，但是以天上同天以上同客家話嘅韻母
声母同声调是相同哦，就像啊，o 的哦，o 的哦，第三声同第四声的个韵母啊无相同，就像个有啊，用啊音，金啊用马音，各位乡亲，大家要了解连音诗，谈一个类别下，是李秋霞、吴传莲等老师。大家所创的罗山歌三国志平板手条啊，必定是用连音的 R、A、O 加上声母，安尼来创，大家来点来谈，可能是咧是相同样的安尼吼。所以希望各位乡亲一个连音诗要加强，能有办法增加提升安尼客家族群嘅语言，美好嘅语言。一个连音诗，全世界可能只有我们台湾，一方面有一个连音诗，客家嘅连音诗安尼吼。以上是望大家感谢你，再见。是望按自西有中意请分享，还爱拜托大家开再讲客话，传承客文化。